Sant Jordi的故事。有个村里住着很多人，有一次出来一条龙，龙对他们说：“我要到村里吃动物了，但每一天都要给我吃动物，猪、鸡、牛、鸭、鹅等等。有一天我吃完了这些动物以后，你们要跟皇帝说，给我吃什么？”皇帝说：“按村里的人的名字排序抽签，有一天抽到公主的名字，皇帝哭了。我的女儿不行，但是村里人民说，抽到谁就是谁，这是您的法律。”结果村里人民陪公主去了龙洞，龙说：“正等着她吃呢，正好有位杨氏的来救公主。”名字叫Sant Jordi。Sant Jordi晚叫说：“龙过来，到这里，我给你吃。”结果龙过去了，Sant Jordi出了一条箭，射中了龙的脖子，龙死了，掉在地上流出血，出来一朵红色的玫瑰花。Sant Jordi捡起了玫瑰花，送给了公主。公主说：“Sant Jordi，谢谢你救了我。”皇帝说：“Sant Jordi勇士，你能留在这里吗？”“这里不能，在这里要救全部世界的人。”村里说：“谢谢Sant Jordi救了我们，再见再见。”